寒武紀嘅股價咧，居然超越咗茅台，成為咧新嘅股王。究竟咧佢係做啲乜嘢嘅咧？其實寒武紀咧就係做 AI 嘅晶片嘅。簡單啲嚟講，佢就係做人工智能專用嘅大腦。醬香科技讓位咗俾呢個人工智慧晶片嘅科技。無論呢個情況係長期啊，抑或暫時，都係好有象徵性嘅意義啊！近排我哋國家嘅高層咧，亦都部署緊人工智慧相關嘅行動。將來中國嘅人工智慧會好似以前嘅移動互聯網咁，變成一啲基礎嘅設施，融入衣食住行每一個環節。呢個亦都意味着科技嘅生產力咧，將會係中國經濟增長嘅新主角啊！以前茅台咧靠嘅係消費升級、品牌日價同埋社交硬通貨嘅邏輯稱霸，而家新嘅股王寒武紀就係憑住科技嘅驅動、國產替代同埋產業升級咧呢個邏輯去崛起嘅。2年半之前，寒武紀嘅股價咧仲係得50幾蚊，而家咧已經升咗30倍啊！市值仲一路逼近美國老牌晶片公司 Intel。咁當然啦，我哋仲要去理性咧睇下寒武紀嘅喎。喺國內 AI 晶片市場入邊咧，國家項目大概佔咗70%嘅份額，華為等嘅廠商咧亦都分走咗唔少噶。其他國內晶片廠商咧加埋佔比咧，其實都唔夠1成啊。寒武紀咧喺2016年先至成立噶，9年嚟咧一直都係蝕錢嘅，近5年咧就蝕咗差唔多50億啊。今年上半年咧先至開始有盈利。上一代嘅產品咧1年前就發布咗啦，同英偉達嘅同類產品比起嚟咧，淨係喺慳電方面咧有優勢嘅啫。而家嘅情況就好似10幾年前嘅移動互聯網咁，時代嘅機遇咧好似疊埋一齊咁啊！好多人都覺得咧國內 AI 晶片廠咧好似前途一片光明啊嘛。而家寒武紀咧作為晶片大廠入邊咧幾乎唯一一間上市嘅公司，自然成為咗資本市場嘅寵兒啦。雖然佢同英偉達咧仲有好大嘅距離，咁寒武紀嘅股價到底有冇被高估咧？佢又可唔可以成為中國版嘅英偉達咧？而家 AI 嘅周期咧本身就有啲波動嘅，資本咧亦都可能搶跑嘅喎，加上仲有好多本地晶片嘅廠咧排緊隊上市，寒武紀可唔可以擺脫茅台魔咒？而家咧就仲未知嘅，但係可以肯定嘅係，我哋正迎嚟一個大時代，資金流向、產業潮流同埋創業就業嘅方向都會跟住改變，算力咧會成為最貴嘅資源。中國嘅經濟咧亦都由傳統嘅模式走向咗智能模式嘅轉變。茅台嘅時代可能唔會即刻就完，但係華為、昇騰、寒武紀、海光呢一班新玩家嘅時代，似乎真係已經嚟到啦。如果想去香港旅游、发展、投资，给孩子规划未来，但又担心信息不对称，一不小心就踩坑，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份赴港指南合集，超详细攻略，手把手教你如何顺利办理各项业务，避开各种雷区。双击点赞加关注我，然后私信我合集，限时免费分享，速来领取。